哎，晒干啊，或是晒太阳啊。晒干，它嗯，主要的功能是什么？晒衣服吗？对，或我还有是晒谷子啊，哎呀，晒这些什么？谷子哎，哦，就是晒干就对了啦。对啊，晒干的意思啊，把其他对，衣服还有那个秀兰老师，你刚刚讲什么？竹子、不是稻子那个晒谷子，稻晒子哦，谷子，哎，谷子哦，这个哦，哎呀，所以我晒萝卜们我干啊。我我们把那个什么那个东西晒干都可以哈，萝卜干，萝卜也是嘛，对不对？对，把瓦力，反正就晒干的，要给它晒到干就对了。叶菜类也可以啊，像那个酸菜也是啊。哦，所以只要是把它晒干，这个都是拔完粒的功能就对了。对对对对，哦，衣服湿湿啊，或是怎么样给它晒干啊，把瓦力摁。所以不是嗯，只有晒衣服而已哦，菜类、不是，谷子都可以。哦，我懂这个意思。所有发霉的家具啊，嗯，要给它晒太阳啊，哎呀，杀菌啊等等，这些都是啊。了解了解，这样可以。哎呀，老师你再看一下，我们还有没有漏掉的？就是说，因为可能上个礼拜讨论哦，还有哎呀，新的参与成员也可以提供哦。我们大致上是分成三大类，一个是先讲大自然的事物，比如说太阳。那太阳有什么现象呢？比如说出太阳嘛。哎呀，那出马吉太阳，我拉，们的阿美族有什么反应呢？你看，有做日光浴嘛，或者是眼睛的反应。有目眩这个，那还有没有其他的可以想得到的？我们先复习一下上个礼拜。嗯，晒日光浴我看一下，太快了哦。老师，晒日，那个小白老师，你念一遍，让现场的可能有新的成员哦，让他们感受一下。啊，对，好，那个米基吉拉老师，你先从那个大自然的现象开始。对，哦，马吉拉是吗？对对对是吗？现象吗？对，先从现象开始。嗯，马吉拉出太阳。我们那边大部分会讲说马吉拉，哎，对啊，马对呀、啊，达都马达都古吉拉，太阳出来了，马哈拉是什么意思？出来呀、哦，出来哦。OK，马哈拉，哈萨哦，沙萨哎，的意思是不是一样的意思？出哈拉，现了，出现的意思，跟那个马萨萨是一样的意思，是不一是？哎，样，差不对，一样。多一样一样，哦，萨萨一样的意思哈。好，对，马扎拉马哈拉都古吉拉，还有一个米泽伦都古吉拉，你责任，老师，太阳你那个下山，是下山哈。哎，哎呀，哦，加我看到上有了，有，这边哪有一个？哎，这对，边是责任一样的意思吗？马克任是那黄个什么昏了，啊？黄昏了，嘎格尔曼呢？哎，可能那是黄昏，对不对？对对对，嘎格尔曼不是格勒玛有嘎格尔你刚刚曼，这样加，对对对。马克任也可以，马克任都古吉拉了，哦，马格任也可以哈。哎，马克任，我懂，马格任是动作嘛，那个嘎格伦曼是黄昏的那个时候嘛，对不对？对，马克任曼就已经黄昏了，对对对，没错没错。嗯，马格任应该是这个才是动作。对，老师，你刚刚再讲一下，你刚刚那个什么责任，马克任或是卡克任，不是你前面讲的那责个任，马责任责任，对啊，责任哈，哎，马责任，马克任不是都古吉拉，老师，你刚刚讲不是讲责任吗？责任，你责任你有潜下去，
米责任，对对对。Mizolam Tokujidar 也是啊。马泽任独孤鸡蛋也可以啊。哦，这个是不是是嗯潜水的意思吗？好像是哦。有没有下 Mizolam 对，山的意味啊，哦，太阳下山的意味有在。这太阳跑到水里面去了，是这个意思哦。那个责任不一定是对水啊，它在对啊，那个山上遮住了，就是已经阴暗了啊。哦，老师我有看到，老师你讲的是不是就是这个米责任潜水哎，或者是太阳下山嘛？对啊，Mizolam，好的， Mizolam Tokujidar，Mizolam 啊，米拉登也可以啊。哦，还有我看还有什么？你责任独孤鸡蛋萨嘎多曼多，就是这样嗯，子的一个句子哦，所以很暗的这样子，我懂了。的。嗯，太阳下山了，天就黑了的意思了。对，太阳下山，这个比较是第4阶的课程啦，第1课。哦，老师你很熟，米责任这样可以哈。好，哎，我们那边会，我们那边会讲说，马克尔麦多，觉得努盖图吉他讲收工了嘛，回哦，家了。责任，哦，傍晚的了，这个好像比较像。哎，对这个字跟那个责任很像哎哦，米责任，对，你看这个也每个人，是一样是太哎，阳下山的，所以这个是不是责任跟责任是方言别的问题？应该是，是哦，所以差一个老师字而已。对一个是责任呃，嘛，一个是责责任，责任。任，应该是方哎，言别的。你看它都是有落下来，太阳下山都用这个字嘛。那小培老师，我问一下，你们哎，那边米格任有潜水的意思吗？没有，哦，那应该不一样，那不一样。不一样。对，因为责任，老师，那你们那边责任有用这个字吗？米格任，米格任我们那边没有讲说米格任嘛，没有讲米格任，哎，那老师你们那边是讲米责任，我们会讲嘎格任多，哦，嘎哎用嘎哦，嘎格任度哎，是嘎格任下多，山了，是不是？太阳下山。对呀，哦，你们用嘎哦。嘎格任对，米多格任很怪哦，米格任好像太阳有意潜水，识耶，那个用咪的话，通常都是西有那种下了，会有意哎，识的感觉，好像是人类哦，应该要么也是马格任哦。老师，那哎，你们有没有马格任？马格任有啊，有这种说法，那如果我讲马格任古吉萨，有你这样听得懂这个意思吗？听得懂啊，那他这个应该不是米格任呢，因为米格任很怪，因为咪是用在人的行为才会用咪呢，应该是说主动的。那个吉萨是太阳，它不应该是行为，应该是一个现象哦，应该是用妈才对，我觉得。马格任，对啊，不是，这里有对，马格任，哦，嘎格我分任，享一个，我之前有好读到马，你看不到的而发生的话都是用马，你看到的时候，但是它发生的时候都是用米，所以都是用那个马萨拉古吉拉或者是米兹任古吉拉，哦，我懂你的意这样解思。释的，所以那所以很少个经验，有人说我讲咪的时候，就是比较是你现场有看到，是这个意思吗？对，会用米来去表示这意思。哦，如果没有看到的话，你会用妈这样子。对啊，好像是这样，哦我记得这样听到的，因为我也有听过，为什么不是用马格任这样子？哦，对啊，我们一般讲现象会用妈比较多啦，所以咪的话就是像新叶你讲的话，如果你现场有看到的话，你会用咪这样去形容它。OK，这样我们就知道为什么蔡中南这个字典有咪了。对啊，应该还是有啦。所以自然现象不见得全部都是妈哦，有时候咪也可以。那个
我们用那个训练题的那个观点哦，如果你现场有亲眼目睹的话，你也可以用咪；如果你只在描述那个下山的现象，你就用妈，就这样子。哦，大家 OK 哦，这个可是概念我们凯就是明，像我们那个南斯阿美啊，他是写母责任古鸡蛋呢。用木哦，用母责任古鸡蛋，不是咪也不是妈哦，母责任古鸡蛋。对，老师，你们那个木什么时候用？因为我知道有前缀有木，你们那个木什么时候会用？你们男士的木？我这个要问呢，好像第一次看到这样子母责任古鸡蛋，很少用到这个母。老师，你们用马绕绕还是母拉绕？马绕绕，你们用妈哦。用妈，那你们没有母洗手怎绕绕么讲？，你们洗手怎么讲？母拿闹，你们洗手用木对不对？母拿闹都干麦，有些地方用咪耶。对，母拿闹都干麦，我们是母拿闹都干麦。老师，那你们用木的时候有没有什么特别的情况用木这个前缀？我这个还要再问一下呢，真的还他那个，你看，不深入老师，你看那个画面哦，就是那个蔡宗涵的字典，如果你用木的话哦，通常表示自动，它有自动化的行为，所以我觉得你讲那个太阳下山的话，那个是一个自然，它是一个自动化的过程嘛，这是一个自然现象，应该有这个用木其实很合理耶，是哦，责任其实非常合理，对啊，因为你没有办法控制它，它是一个自动化的现象啊。对啊，对啊，应该是这样。所以你们男士有抓到那个木的那个什么意思啊？就是它比较是自动化的概念。应该是这样子。老师，你看右边这个字你认识吗？穆迪哈尔，你们是用木对不对？穆迪哈尔东方。穆尼哈尔，对啊，穆尼哈尔，就刚天亮的时候啦。刚天亮哦。小白老师，你们那个恒春的也是用木哦。嘿嘿嘿，你们有用妈西哈有这样念吗？没有妈吗？那个大部分都是清早哦，刚天亮的时候都会讲穆尼哈尔这样。哦，穆尼一哈尔不大早的时过，候对，太阳还没出来，看天亮的时候，也刚有光亮的时候就是天刚亮的时候这样子。对，大概4点半到5点的时候，大概那个时候，穆尼哈尔老师，那个跟黎明有什么差别啊？什么米尼哈尔啊？跟那个祖尼汉有什么差别？穆尼哈尔。老师，你看一下那个荧幕的，我把它标起来，第九个。第9个祖尼汉，因为我的看法是，应该是地方那边的转变了。所以老师，你的黎明跟天刚亮，你的两个意思是一样的嘛，对不对？对。那我讲姆西汉跟祖尼汉，你这两个字你都会用吗？那个祖尼哈尔的话，好像有听过了，有这句了。那个大部分在使用的时候是穆尼哈尔吧？天刚亮嘛。对呀。OK， 所以你们不一定用到那个祖尼汉。不是的哦，是穆尼哦，我们是穆尼哈尔哦。你们是尼哦，所以老师你们是上面这个穆尼哈尔。我知道老师，我写给你看哦，你的是不是这个字？你等我一下哦。老师，你是不是这个字哪一个？9之1。就没有看到哎。
9之一没有看到哎，还没看到吗？没有。我把它标成那个蓝色的底，有没有？我这边奇怪，我怎么会没有看到对，我呢？知道，老师我也没有看到，因为我的电脑跟我手机不同步。哦，对老师，哦那我问一下哦，就是说你是不是 MONIHA 啊？Munihar，你是这样的，NI，哎，对，NIHA，啊？那没有错了，努尼哈，老师你是同一个字根，你跟那个Junihar是一样的，同一个字根呐、对，那你的嗯，天干量是 Munihar 是不是？对对对对，那我如果念 Musihar，你有听过这个话吗？没有，你看这个荧幕哦哦，有了有了，，Musihar。穆迪哈尔，怪怪的呢，我觉得。哎，秀兰老师，你这个字你们那个男士会这样讲吗？Musihar 我们男士的会讲干尼哈烂呢，干尼哦，你们也是干尼汉，尼哈尔，我们是尼哈尔，干尼哈烂，那这个话到底是哪边的？不知道。所以老师你们的是用哦，我知道你们是那个啦，就是前缀加嘎，后缀加 an 嘛，嘿干嘿嘿，尼干尼哈烂，哦，你们的黎明是这样讲对不对？对对对，干尼哈烂，lemua tu tabak 这样子。穆尼哈尔，对了，9所以之一是穆尼哈尔啊，老师你们看哦，就是那个他那个母西汉好像是不是也是方言别，他的那个音也差不多跟尼汉很像。对，因为这句话啊，穆尼哈尔，大部分我大姑姑回去的时候，她说，她说早上啊，一大早的时候就有那个习惯，就是清晨就会起来煮饭呐、穆尼哈尔，我这穆尼哈尔过来呀，我罗米尔也都，马来都啥，哦，对，穆尼哈尔这样。好像字根是这个，对，尼哈尔，对啊，字根好像是。尼哈尔，对呀、哦，有啦，姆尼哈有这个字啊，姆尼哈有哈，有，所以这个16号这个字，现场有没有人是用这个字的？用哪个字？用就是穆尼哈尔吗？不是姆尼哈有，我讲的是这个。有现在了老师你看这个画面，姆西哈，姆西哈这样，对啊，我现场有人用这个字吗？我不知道呢，我好像没有听过，没有听过哈。嗯，好，没关系，现场有的话，我们像聊天一样哦。如果你们有可以听过，或者是部落有这个想法，可以提出来，我们讨论一下。排名我们的是嘎尼嘎让黎明咖喱咖喱哦，你跟那个一样啊，跟那尼个嘎咖喱咖一喱样啊。哦，有啊，哎，老师，你是不是你干了？是不是？咖尼咖尔，对咖尼尼咖嘎尔，我知道，我尼知道。老师，你是不是有一个名字叫你干？是不是那个字？有，就是这样来的吧？尼嘎有了，我找到那了。尼嘎让就是黎哦，明你是这个字啊。对干你老师有一个阿美族名字叫尼嘎，就是这个字嘛，对不对？对很多对对，人叫尼嘎啊，对，因为就是尼嘎让。你真，哎，咖尼咖尔，好，17。所以我们的黎明很多种讲法，嗯，方天亮，穆可尼哈尔，是这个字好像是尼方言哈尔，的方言的感觉，就是说，你看哦，我们有尼汉，有西汉，有尼干，你不觉得这3个字很像？
对呀、对啊，很像哎，是不好像是谁是翻译发音写的不准？对，应该我们是那是个时候米干的人，发音就没有一致啊，所以有三种，有尼汉，有尼干，有西汉，对呀、嗯，所以其你实应该看，都是你干，都是那个天刚亮黎明的概念嘛，对不你对？干让，哎，那个我们的下山有责任，有责任，对不对？你责任，对，责马责任，任，对不对？对，makaram to budaya 这样，对， kurumi al karam，哎，责任哦，也有责任哦，有责任，责任没有啊，责任对，嗯，你责任，马责任，对呀、你这好，很像说那个米责任就是太阳刚整看不到了。对，夕阳西下了，已经你这人都不记得那个是讲哎，叙述说，哎，哦我懂，哎，那个信念还在吗？信念有没有在？怎么了？嗯，走了哈，啊，回来了。怎么了？经验怎么了？经验，你看哎你刚刚讲的是不是？你责任的时候是太阳在落下来的时候还没有全部沉在海里的时候，我们用米责任；如果它全部消失在海里的时候，就用马责任。你是不是刚刚要表达这个意思？哦，你这样的话就有两种意思在。对对对，我想你刚刚是要讲这个意思吗？我怕我刚刚有点误解。哎，你说它已经沉下去了，就已经不叫马真，已经叫那个叫我傍晚了。就已经傍晚了嘛，对不对？对，所以它不会叫马真。我懂，所以我们它还是一样，就是以眼见的叫做米责任，你对在描述的是用马责任。OK，那这样我理解了。好，那我们就延续我们那个大自然的现象出来之后，我们人类的反应都是，我们阿美族人呢、黎明的时候会做什么事情呢、一大早煮早餐了，吃早餐吗？马拉米斯那嘛对不对？米萨卡拉纳，哎，老师，我问一下，我们阿美，哎，老师，你刚不是讲说我们早上起来的时候是几点？那不公鸡叫的时候就起来了呢？大概对呀、那个时候天还没亮，对不对？对，那我们是天亮之前吃饭，还是黎明之后吃饭？煮饭呐，这应该是煮饭，不是吃饭，哎呀对不对？不是，等到那个去到田里看水的人回来的时候，因为啊，你如果太早的时候可能会看不到啊。嗯，黎明的时候，那时候他们就沿着那个田埂走嘛，啊，等到看水完毕以后才会吃饭，好不好？对呀、所以吃早餐不应该是黎明的时候吃早餐嘛，不是对不对？对，米萨卡拉纳煮早餐，对，应该是米萨卡拉让才就是应该是煮早餐嘛，对，米萨卡拉卡拉纳，啊，卡拉纳，对了，这样逻辑比较通了。对，马尔克尼萨卡拉那个时候他们的动作大部分都是起火嘛。对，灶嘛，就弄好以后，煮饭煮好了就提那个水啊，喝的水啊，嗯，哎呀，去那个你们哪个啦？提水叫做Miratum, 你的弄过该都拿因，弄，哎，你的弄过该因，都拿弄，oye, Miratum tunanum y
阿鲁按照一地来一季节，能能嘛能呢？能，还能能泉水对是泉水叫能能能，所以老师，你们刚刚提水是这个字哈，米沙米顺对不对？拉弄，弄，米拉顺对不对？对，挑水这个了。就是黎明的时候我们要做的工作嘛，对不对？对，那个女生啊，大部分都是有的时候叫我们，老师，挑水怎么是女生的工作室啊？我们那时候很奇怪了，可能男是我爸女都有了，挑水有啊，男女都有啊。应该是男生不是吗？是女生女哦。生呢，因为女女生生很早起床啊，啊，男生几点起床？男生去看水啊，去水田啊，我然后女们早生就是料理加早餐，没有哦，所以水就老师，自己挑。我们只要以家为中心的一些粗活，还是女生在做。以前是这个时候，是这个现象，是不是？早餐都是妇女吧，妈妈所以啊，包含或者是挑水啊那些，全部都是妇女在做，因为男的离开家里了。对对，要去厨房砍木材，的事情，大部分对，都是女女生生在做了。那老师，我问一下，那个你嘎税是什么时候做的事情？也是这个时候吗？嗯，啊，所工以啊，作之余啦，工作之哦，余你嘎税就那个，不是哦。所以去我们田里早上工作，下山就顺便砍木材。回家是顺便回家的时候。那老师，你们再想一下，那早上黎明的时候还会做什么事情？对，你打挑鼓啦，水还有去捡、苗些去抓不到，青蛙，苗系。哎，哎老师，抓青蛙不是晚上的工作吗？那是清晚上晨对啊，有啊，天亮那个青蛙最多啊，在哦，田里。真的哦。嗯，米嘎祖母里也是很多啊，嘎祖母里，对啊，我们早上没有菜，米嘎我们就去祖母里抓青蛙啊。还有那个什么，那个瓜牛，捡瓜牛啊，点瓜你要怎么讲？米苏木利啊，米嘎祖母里，母的，米嘎哦。哎，米祖母粒米嘎达祖母粒也可以，也可以，对，米嘎达祖母粒祖母粒。也可以，蜗牛的名字其实是嘎达祖母粒，嘎达才对啊。都可以啦。我们讲祖母粒呀，可是千词表里面是嘎达祖母粒。因为那个祖母粒有分啊，有海边的啊，也叫做祖母粒啊，还有那个路上的也有祖母粒啊，所以清晨也可以洗衣服啊，都是利用清晨水米发榨。老师，清晨洗衣服应该水很冷吧？那没有办法，以前就是对，因为了工作一定要起来洗衣服，不然来不及，因为整天都要务农忙啊。对。老师，我忘记洗衣服是用哪个洗的？米什么？米发榨。啊，发榨，对对对。老师，我们洗手叫做米勺扫，是不是？米扫扫都干麦。扫扫嘛。啊，洗碗呢？米发闹都改性。不一样哈，所以米发榨是指洗衣服吗？洗衣服。嗯，米扫扫是洗工具后是手啦。对，米扫扫。米发闹就是指着洗碗啊、洗盘子、碗盘、碗筷。米发闹都改性。早上抓青蛙的时候，这个是谁的工作啊？妈妈啊，还有小朋友，像我都会去啊。国小会抓了就去抓啊。老师这样子时间不对啊，因为你早上你又要做早餐，你还要挑水，还要抓青蛙。分工。家里很多人啊，大家族哎。哦。对。有个英语必须的，妈的。娃娃有加姑。啊，娃娃哦，因为那个国小妈妈的话，大部分都在厨房忙啊。对，妈妈在厨房就使唤孩子去。我们那个洗也可以讲说米苏βάλ。煮饭，哎呦。米苏βάλ都干净。哦。对了，男士洗碗米苏βάλ，嘿，米苏βάλ都干净，洗碗。对。
米苏包都改姓，嘿，苏包，米苏包 ，FAW 对，米苏包都改包，我们的 O 用 U 啦。啊，对了，你们那个对了，男士他们没有 F，他们是米苏包都改姓，那个包是用 V B 胜利的 V，米苏包都改姓。熟放。老师，你看一下这个，你们那个把熟放是不是加米酒的意思？啊，米对啊，把薯包煮洗肉。对，把熟放。我问那个秀兰老师也是一样的意思吗？你们男士把熟放是加米酒的意思吗？把熟包，把熟包，米把熟包是加米酒的意思吗？把熟包，哎，老高加米酒怎么讲啊？腌肉的时候，倒米酒的时候，还倒啊，八好。哦，打鸡刃含呐，我们的是打鸡刃过八。哦，直接用讲的哦。我们的是打鸡刃过八这样子。哎，老师，我问一下，你们男士群有没有人出你们线上字典的？男士阿美还没呢。对啊，所以现在我们只能用那个蔡中行或者是比较中部的，他们还是会用 U 取代 U 嘛，所以你们的字典不好查哦。是，我们的很难查。没关系，我还是写一下书放嘛 ，SUFAW 对不对？对，哎，那个 F 用 V 啦，胜利的 V。好 V 啊。哎 ，V 哎。你们洗衣服这个是吗？洗衣服就不是米苏包，洗衣服这个是洗碗哦。洗碗哦。哎，米苏包都改。你们，所以你们早上那个也会做这种清洁洗碗，也算是清晨的工作吗？对啊，没有错啊，都会啊。昨天晚上剩下来的碗没有洗的话，早上一大早就可以洗啊。哦，怎么晚上不把碗洗完呢？哎，对，有时候很晚才睡觉啊，东西就放在那边。以前没有灯啊，没有灯来不及洗碗，清晨看得到。那我懂了，哦，是对了，如果这样讲就没错了。所以那个秀兰老师，你应该建议男士群要出一本字典，不然你们很难查字呢。我追那个我们的齐老。对啊。追我们的那个齐老，那个叫什么去了？忘记了。我们的嘎拉叫什么？嘎拉斯啊。是吗？叫什么名字啊？那个？喂，那个名字叫什么？台北那个啊。李文广。好，我会我请那个李文广赶快写一写。对啦，要嘛，不然你们很难查字典的。对，李文广。你们刚刚有讲一个叫祖母栗嘛，有很多种是哦，原来嘎达祖母栗也是一个，对呀，也是就是瓜牛的意思哦。对，那跟祖母栗也是一样吗？一样，祖母栗、嘎达祖母栗都有。祖栗也是瓜牛呢，祖栗好像是字根呢，哈。祖母栗也是瓜牛，嘎达祖母栗也是瓜牛，怎么那么多只瓜牛？有不一样吗？这三个字，老师你们能够判断这三个字的差别吗？一个是祖栗，一个是祖母栗，一个是嘎达祖母栗，这三个是同一个意思吗？还是有不同的说法？比如说海边的那个就是贝类叫做嘎达祖母栗，路上的叫祖母栗，或有没有这种差别？那个路上的大部分都叫嘎达祖母栗，路上的，路上的，然后那个祖母栗不是走在路上哦？难道还有树上的分哦？他是说那个小白老师的意思是海边跟路那个啦，对，海边的跟一般的，对，海边的叫竹猎，竹猎。没有竹猎，在田里也有，在河边也有啦。对，原来那个竹猎反正有水的地方都大部分都是竹猎，这样啊。竹猎它的皮薄薄的，竹猎的透明是硬的，
透明的那个吗？祖母栗呢？那美惠老师，那祖母栗呢？祖母栗比较硬吗？它的祖母壳栗就是蜗牛是硬壳嘛，竹叶是它的壳是薄的，可是那个大小是很小哦，跟小拇指这么大哦。哦，你说那个不是，小小的那个小对，瓜牛它不是像蜗牛那么大哦。透明竹叶透明的吗？对，哦，透明那个的也发出来，伊阿鲁给咪还有竹叶阿刮痧嘞鲁不啦，薄薄的发出来，对对对，刮痧嘞嘛，可哦，白以。白的，白白，我透知道明，有看过，所以那个白白的小小的叫竹栗，竹叶，硬壳的叫祖母栗，对不对？对。那嘎达祖母栗呢？嘎达祖母栗有地方是说嘎达是蜗牛，我听不懂为什么是蜗牛，可能他们为了蜗牛两个加起来吧，嘎达再加祖母栗就不用再吵争论了，就直接嘎达祖母凯栗。明，这个是日语的啦，嘎达祖母栗是日语的，哦，日语真的介哦，词啦，哎啦，哎呀，所以嘎达祖母栗是日语啊，那日祖栗，语，我们借那个日本话来讲，嘎达祖母那个栗，祖栗呢？祖栗是日语吗？主力，这主力在我们南斯阿美斯好像是反抗啊、顶嘴之类的主力的。祖栗啊，竹栗哦，才是啦，那是竹叶，独立，这个是裂竹叶，裂练的不标准了，哎，有一祖栗个哦，那就是真好蜗牛咯。声音，对，哦，哎，好啦，所以那个竹栗就是有红色音的，它是比较是白色小的瓜牛，对不对？对对，水里对，边它是的啦，小的透明的，所那我们以讲嘎达祖母栗跟祖母栗应该是指同一个东西，就是对日语介词，然后它是对指硬核瓜牛，对，对对对，对哈、没有错可以，了，那我们暂时先这样分了，因为如果现场有其他人有听过齐老讲过主力跟祖母栗跟嘎达祖母栗这三者，如果你们很明确的有区分的方式，可以跟我们一起讨论哦。老师，是我的部落是说杂煮费，杂煮费，啊，对对对，有打煮费，对，杂煮费，谢谢。谢谢朱费打煮费，哦，这个字可能找不到。打煮啊，竹片是什么？煮费，蜗牛也是蜗牛的意思。哦，不是，是那个河边那个小小的那个白白的煮裂，煮裂哦，你就那说个主类有一样的意思，就是说那个小。是，但是我的部落是讲杂煮费，那老师，你们的硬壳瓜牛也是祖母栗吗？嘎达祖母栗。哦，嘎达祖母栗，哦，那没错。所以说部落之间可能有他们自己的习惯用语，我是觉得是应该要尊重。我的想法是这样。没有错。还好。好，谢谢。那我们那个打主费哦，好像蔡中涵的字典查不到，所以这个主类跟打主费哦，这个就是我们在描述的那个白色哦那个壳的小只的瓜牛哦。那如果是大只硬壳的话，我们都会用那个祖母栗跟嘎达祖母栗这两个字哈，这样子我们比较容易区分的嘛。线上有没有其他的意见？我们先暂时这样分类可以哈。还有那个在那个稻田那边的话，还有那个什么黑黑的嘛那个螺丝叫什么？阿妈莫肉，在哦。就完了那个独固，有人叫独固嘛哦，还有呢，还有对啊，螺丝阿罗豆子吗？啊，对，是独啊，固啦，那个田里的是独固，独固，嘿，还有一个说法，我临时忘记了，不知道是什么，哎呀。老师，我们解田螺的话，就是用米独固这样子讲，是不是？米独固这样。对，独固。对。那我们米独固的时间是凌晨吗？不是吧？不是。早上都有啊，或是耕田都可以捡，随时。早上也可以捡的。它不是清晨的
那个工作嘛，对不对？没错吧？不是，不是，不是嘛？对。大部分做这个的时候，就在那个什么那个尼古拉斯弄那个稻子的时候，那个有杂草啊，在抓的时候，这个时候小孩子会去那边去抓，秧已经插好了以后才会去抓这些了。老师，你刚刚讲尼古拉斯是指除草的时候，对不对？对，尼古拉斯。OK， 那除草对，那的没期间。问题。老师，那我们还是不要岔题哈。我发现我们已经讲得太细了。我们现在把那个，因为我们黎明是甘尼嘎兰嘛，或者是对，姆什么姆尼哈或甘尼哈兰哈都有。那我们那个清晨的工作，刚刚我整理一下，有做早餐嘛，米萨嘎拉南，还有挑水米拉顺，还有米达古拉、米嘎达杜姆利、米阿西、米法扎、杜里棍嘛，还有那个男士的那个米阿西有了吗？找地。米苏报，米阿西有。那个阿西有没有喉舌音啊？sick，米阿西。我看一下。没有呢，有的字典有，没有。就是我们的那个海岸是没有。没有喉舌音。没有。对。好，那早上阿美族人除了做这些事，你们还想得到其他的事情吗？劈柴。劈柴是早上哦。有的有啊，劈柴啊。男生男生的工作啊，劈柴啊。劈柴怎么讲？劈柴怎么讲？劈柴。你报道好像。杜嘎碎。你嘎碎不是剪柴。米不拉。对，米不拉杜嘎碎，米不拉杜嘎碎。米不拉杜嘎碎，米墩墩杜嘎碎。对。老师，你的墩墩是什么意思？什么？墩墩就是切断一段切断哦，墩墩哦。看一下。比较小只的木头啊。老师，我们一大早做那么多事，会不会太多事了？不会啊，分工哎。那么多人都知道要做什么啊，分工啊。没有木材就男生去，女生也会做了。对呀。老师，你那个black 怎么念呢？black，还有咽喉声音。black，你那个没有 K， 没有 K， 没有 K 哦。有那个black 声音啊，你 black。劈开，black 杜嘎碎。劈柴嘛。这个是男生的工作哦。对，大部分啦，没有女生的，没有看过女生，除非你86的时候会那个啊，会做这个。因为米不拉那个树很粗嘛，我们女生的力道不够，一定要男生力道才够。如果捣米的话可以吗？捣米。一大早捣米太早。捣米是晚上。也有哦。米红菇，那个要那个是吃过早餐以后，那个是吃过早餐之后才会做一个正规的工作。这个也是一大早的工作呢。对，是早上啊。对，没错啊。是早上的时间。工作，所以一大早就要捣米。我厘清一下哈，老师，你那个捣米是为了早餐而捣的吗？还是说为了没有？因为是要把它完成啊，要做完工作。因为以前工作很多，所以早上还在。老师，那我问一下，捣米是吃完晚餐之后做，还是对不起，吃完早餐做，还是吃早餐前做？捣米吗？想一下。那个捣米据我所知道的是为什么叫就是黄昏的时候就有那个捣米的那个这样啊。所以都是黄昏的时候就在那边捣米啦。
然后是哦，才会有那个。你讲这个是很特别。你说伯伯是那个一个部落名称，对不对？就是对啊我的部落啊，我的哦部落你的部落叫做仁里村呐、那个伯伯它是捣米的意思啊，是吗？博博社呢，也不是我那个是博博社哦。没有错，以前就是因嗯为有那个声音，啵啵啵啵，都在捣米啊，甚至到了晚上还在那边啵啵，都是不是早上的工作。对，秀兰老师，你是博博社的，那你们那个伯伯就像小白老师讲的是有捣米的那个声音的概念吗？我没有听过这个，没有这个意味呢，可没有。见你还不认识我。哦，以前那个我们那个吉安乡仁里村那个地方啊，哈，是对，烟酒厂啊，烟酒厂。是。要抽烟的时候就用那个什么，用那个捡起来，用那个报纸捡起来，才会有那个才叫做啵啵，不是捣米的哦。哦，是你们把那个烟用报纸卷起来，那个东西。对对，以前那个是用烟丝嘛，用宝烟丝。林烟，宝林烟嘛。对，用烟丝，然后滚起来，然后就可以抽烟了。啊，那个东西叫啵啵，是这个意思吗？对，就是从那边出出来。那个校长老师，你们抽烟就叫米啵啵，是这样讲吗？没有那个动作，那个是做那个烟丝的动作才是米啵啵。哦，做烟丝的动作叫米啵啵。对，米啵啵，对，没有错。米啵啵，所以我们仁里村才叫做啵啵博博社。OK，我原来是这个哦，你们这个是这个由来啊。好。老师，你去阿里亚接受访谈可以讲这个啊。逃不了了你。对啊，那个小白老师，所以你讲的啵啵会不会不是博博社的概念，是其他部落的概念？不是哦，因为我去那边访谈的时候，那个老人家跟我讲的。哦，你有去那边跟耆老访谈哦？对，我去访谈的时候，我才知道这样的啵啵喊过来呀，因为他们从那个什么地方迁移到那么，都是靠海的嘛。那个还有什么部落啊？有3个部落嘛。东昌。哇，那个阿密斯啊。对呀，东昌啊。那个阿密斯啊。阿密斯的话，李绕跟啵啵，还有一个主权里叫什么？阿密斯叫做什么去了？因为他说哦，因为那个地方是以前是因为那个海水呀泛上来了以后就飘到那边嘛。你讲倒灌了，海水倒灌。飘到那边以后，每一户都有一个那个独木舟啦，他们都有独木舟，每一家。然后呢，到了黄昏的时候，他们就用那个做臼了，就捣米啊。你说把桨当成臼来用，对不对？哎，对，那个最早以前，然后他就说到黄昏的时候都会听到那个捣米的那个声音呐，就啵啵啵，这样大家就很像音乐这样啊，然后很好听这样。老师，你访谈的耆老那个时候，你民国几年访谈他几岁？我也是在那个人呢，在东华。哦，没啊。那你访谈他的时候，他几岁了？我也几岁，我不知道，我也没有问。目测的，你目测有没有8、90岁？目测的话，如果看起来的话，大概60、70岁左右啊，没有8、90岁。OK， 那感觉上应该他的资讯应该也是听来的哦。这样子的话，对。没关系，老师，我们先暂时保留，因为这边博博社的秀兰老师都说他们有另外一层意思嘛。
不然我们这个 Bobo 就先暂时不要这样解释了，我们就尊重那个秀兰老师他们的解释这样。不过你这样讲也是蛮有道理，我们就不要把米 Bobo 当成是一大早的动作这样。对 ，OK， 好，还有没有？还有我们那个早上做的事怎么那么多啊？不是养鸡养鸭，养鸡养鸭也是早上的事情啊，对不对？哎，喂猪啊。哦，你们的喂猪用把感恩这个字哈。係Bagan to baboy, Bagan to ayam， 哦，老师，我想问一下，我们一般讲说喂小孩可以用把感恩吗？有些人说不行，你们觉得呢？把感恩是不是？把感恩只能喂动物，是不是？喂老人家。请客也可以呢，把感恩多拉芳也可以啊哈。请客。把感恩多拉芳，就有人说不能。把感恩多啊。可以吗？把感恩多。那个可以吗？那个小孩子的话，把猪骂是小孩子的喂小孩。小白老师，那你们恒春阿美把感恩是不能用在人身上，是不是这个意思？都可以呢，也可以哦。看在用在什么时候啊？老师，你刚刚讲那个把竹骂是不是我现在打的这个字喂食？没呀。把竹骂哦，就拿汤匙给他喂到他的嘴巴。那我如果也就是说换另外一句话说，把感恩毒娃娃也可以，对不对？我认为是比较，就准备做早餐给他们准备吃了，这样把感恩毒娃娃。所以这个没有，因为我是听有一些学者是说把感恩不能喂人呐，那我不知道你们各部落的说法是不是有这样的，听起来好像是没有哈，所以学者讲的不一定是对的，我们只是大家那个讨论一下，现场有没有人的部落把感恩是不可以针对人的？对，我比较好奇的是这个。抱歉，我刚刚才上线。马里克老师，你上来了，想说你今天，我想说你有事情，对。对，比较好。那个把感恩确实是不能用在人的那个了。一般如果说要给人家吃东西的巴达嘎，巴达嘎这样子请客，因为我没有听说过是把感恩这样的说法是用在人的。老师，你要不要帮我拼一下你刚那个请客巴达和嘎和巴达和 HE 巴达和卡嘎KA 达和嘎我看到了达嘎这个字嘛达嘎所以我们讲那个可以讲米达和嘎巴达和嘎对 OK， 所以我们请客用这个字对不对？对OK。所以那个马里克老师，所以你那边你的部落是不太会用把感恩对人，他会对动物嘛？对，读阿样，把感读那个什么蛙兔这样子。对动物没有错。所以还是有的，对啊。你知道这个OK， 那其他的部落有没有用把感恩是对人的？因为我常常听到把感读娃娃，就是还是用在小孩呢，他这个是对吗？这个应该是他们对这句话的一个理解不太明白，以至于会用这样的那个字义下去了。所以他应该是说他的词汇量不多，他只好用这个字就对了啦。没错。所以如果像小白老师，他会那个把猪那个刚刚那个把猪骂，对。如果
如果会用这个字的话，就不会把感恩读娃娃，会用把竹骂读娃娃，对不对？对，如果对老人有年纪老一点的，当然我们会喂食的时候再把竹骂。对，那没错。要不然的话就对，要不然的话，把感恩这个，如果说为了喂食动物的话，那其他的makanan都rumah ayam jauh就给他吃早餐，bakalahok。巴格拉霍，巴卡拉菲，对，应该要这样子分哦。没有错，阿美族比较有分那个早中晚呢，跟那个英文差不多。对，阿美族人对动作的分类很细致的。你看我们的洗头、洗澡、洗手、洗碗、洗衣服都不一样的洗呢，所以胃可能也是有一样的动作的分类，很细微啦。所以那个学者讲的也没错啦，他可能有填调过，耆老可能对把感恩这个词汇比较不会用在人身上，是有研究过的。OK， 那现场应该我们就有这样的共识哦。那把感恩我们尽量不要对人，如果你不会别的字，就只好用这个字啊。如果你会别的词汇的话，就用别的词汇。OK， 好，回到我们原来的早上还有喂那个我们的那个牲畜还有什么事情 ？Mr. Harvard 就是准备喂那个猪的那些材料。准备Mr. Harvard 对 ，Mr. Harvard 喂牲畜。我查一下那个字，老师你那个字叫我们是讲 Mr. Harvard。L 吗？我看到了，是这个字Lisa Harvard。对呀。是这个字的。秀兰老师，你们以前喂猪吃都是喂什么？喂地瓜叶哦。还有地瓜叶，还有地瓜，还有一个什么那个你们连地瓜都喂了？地瓜不是人吃的吗？连地瓜都喂了？对呀，也有啊。以前地瓜很多。以前地瓜很多，没有像现在那么少哦。对啊，漂亮的自己吃。我妈说以前我们地瓜是人吃的，只有喂猪地瓜叶啊。没有，也有猪也要吃地瓜。对。那个阿飞到后来才来的啦，阿飞。对，有加上阿飞在里面啊。那后来这样那个量才会多。老师，你讲那个阿飞是什么意思？米到什么？到米糠哦。是。怎么拼啊？阿飞。FIH。对。有了，米糠嘛。你看那个蔡宗涵的例句把感恩嫩咕读阿飞，他们喂的都是用把感恩对阿飞。那阿里列是什么呢？用在哪里？铁粪部落叫阿飞，原来是米糠的意思哦。对啊。所以那个铁粪部落为什么叫米糠？你们知道吗？我就不知道呢。讲一下。在过去，我听说啊，在过去啊，因为他们在我们的隔壁啊，因为以前那边就是一个谷仓啊。谷仓哦。原来所以他以前那边就是一个谷仓，所以他用里面的东西来命名。对。这是我听过的一些故事了。OK。所以老师，你提到的就是说那个洪国庆叫他的名字，现在的名字。洪国璋嘛。洪承玉。对，要问他就比较清楚了。他们阿贝的人。对。对，他这次要接受那个什么
阿里样节目的，好像也是讲那个阿费部落的，对啊，那我们就听他怎么讲，对。那应该可以听到他的一些故事了。对呀。哦，所以你们也可以准备你们自己的部落的名字的由来去上节目讲一下哦。很好的，这个可以做介绍部落的一个。对啊，的由来，我刚也才知道阿费是米康诶，那这样子的话，就知道这个大概就知道那个部落附近有谷仓那个概念嘛，像那个安通，就是有那个臭臭的嘛，就表示附近有温泉。对，安对，叫安最海，安最海呀？为什么瑞穗那边的不叫安最？不是叫呱呱吗？对呀。呱呱是什么意思？对。秀兰老师，你刚说什么？你说是什么意思？呱，瑞穗啊，瑞穗名啊，瑞穗的名称，对。它原来的意思是什么？就不知道了呢。可以去查哦。对啊，这个都都很有意思哦。对啊。其实我们阿美族对那个各地方的那个都有它的典故呢。应该是部落对啊，都有典故，都有它的故事啦。像那个什么南山村啊，我们就讲拿刀的人啊。拿刀的人，对，拿刀烂啊，直接称叫的拿刀的人，拿刀烂，有没有？那个很像中文啊，我以为你们叫他吉福袋的，原来是哦，你说拿刀烂哦。拿刀的人啊。那个秀兰老师，你知道我们去年讨论那个拿刀烂哦，其实是怎么来的，你知道吗？怎么来的？那个拿刀是闽南语发音。是哦。它是零头。哦，零头叶那个零头哦。对，拿刀啊，拿刀。哦，拿刀哦。所以阿里凤凤应该是那边出来的。可是我们那边没有那种的那个呢，很少有那个南头那个什么在靠近海边呐。对，零头没有吧？有吗？有，靠近海边有。有啦，所以北埔啊，还有在那个吉安乡那个靠近海边那个。对呀。都有。那个拿刀烂，其实那个拿刀是零头的闽南语。对啊。是哦，拿刀。那后面那个 AN 是阿美族惯用的加地点嘛，AN 嘛，表示地点嘛，就会变成拿刀烂。拿刀的人呢。对啊，我刚刚以为你有吉布带的，我以为你要讲这个。没有，不是吉布带。好，我们还是回到正题哦，因为我觉得你们讲这个很重要哦。反正我们全程有录音嘛，到时候如果有听到很重要的讯息，都可以把它归纳起来。好，还有没有 Lisa 哈份是为煮那个猪食嘛？那老师我问你，他这个翻译成变成是你们以前的猪的饲料是要煮过才喂给他们，还要特别煮哦？要特别煮，这个要。以前都是用煮的比较多。哦，所以你们喂猪吃的东西，那是怎么煮啊？是剩菜剩饭煮一煮吗？还是特别的？哈份的意义就是在这里啊，哈份是喷啊，那个台语的喷啊，剩菜剩饭的都可以放进去啊。对，所以哈份的意思就是这样，哈份。哈份本来就是喷的意思是吗？对。有人来了。喂，有声音吗？有啊。哈份本身就是喷的意思，是不是？没有错啊。哦。也是喷的一个，可是现在的人都叫喷。以前就是用那个闽南话了，知道吗？喷这样了，就延伸到喷这样了。那其实是哈份是一个种菜在一起的。以前
没有那个什么喷的时候，我们阿美族哪里有什么喷啊？没有剩下的。没有剩下都吃光光了，所以以前都是用煮的，应该大部说大分都是锅菜用那个那个大锅菜的意思。那到情绪有你们的部落有经验吗？你对哈弗尔的说法是什么？有啊，像我们煮菜该绿绿的，结果炒到变黄，撒哈巴还是变成撒哈巴撒都不比当当，有时候这样意思就是说煮起来好像不是我们人要吃的，要煮给猪吃的，撒哈巴是这样的哈巴的哦，所以没有错。然后对，然后另外刚刚讲的地瓜有没有？你当多公啊，那个就是人要吃的跟猪吃的，我们以前的生活就是这样，你就煮一大锅的那个地瓜，然后我妈妈就说先捡人要吃，我们等一下要吃饭的，要撒嘎拉菲，就先把比较好一点的，感觉比较漂亮的就捡一捡放在塔比拉，撒嘎拉菲。然后剩下的就给猪吃，我哈弗尔都过来，我们猪要吃的了。对，所以老师在不同，拿到信息，我问一下，是在不同的锅煮对不对？不是在同一锅煮对不对？同一锅，同一大锅的那个炒菜锅大型，像那个菲娜我让你要吃的，用那个炒菜的有没有？大型的半桌的那种的那个锅子啊，那么流水洗的大锅了。对，一起煮。刚刚不是也有讲比较好一点的家，比较好的人烧起来吃，那个剩下的就是给猪吃的这样子。对，没错。没有那个老师，那刚刚那个翠云老师有提到一个很重要的概念，撒哈芬就是有一点点那个味道煮坏掉的意思，对不对？对，煮成，尤其煮汤啦，不是煮坏掉哦，让它整个全部都怎么讲？太熟了啦，煮熟了啦，太熟了。把它熟透，没有，并不是煮坏掉，熟过头了。熟过头，就是有点接近有点微焦的感觉，是不是？没啦，没有，熟透，熟透也不是焦了。我刚刚讲的，就烂掉了啦。本来绿色的被你煮到变黄色了，煮烂掉了，太熟了。对，像，然后那个妈妈就会念啊，她说你怎么煮成这样？就是炒几下就好了。为什么你要煮那么黄？很像猪要吃的，啥多？我了解。撒哈芬，撒古比当当这样。那我了解。大概我们可以了解说，因为过熟不是本来是青色的变黄色的，那感觉就是不是人吃的，是猪吃的啦。但是它不是煮到坏掉，因为东西应该不会煮到坏掉了，就是熟透了这样子。熟透了。我懂了。那但是还是在同一锅煮嘛，那好的我们就把它挑起来是人要吃的，就这样就对了。对呀。我们的菜以前呢也是地瓜叶，地瓜是主食，那地瓜叶也是要煮啊，煮给猪吃啊。但地瓜叶我们会先挑比较漂亮的，然后就另外煮。我就是有地瓜叶，就是这样就一餐了啊。以前很简单啊。Tuntunan ho kano ya no favor no liung kakanan， 蔬菜叶啊要切断啊，要tuntunan hanya就一直切嘛，切短一点，tuntun，然后像刚刚秀兰老师有在讲啊，他说猪，你比较有钱的人呢，可能就会加一点料啊给猪吃，像有的加阿菲
哦，米就是糠米比较糠有钱比较粗的人，慢可能呢，有倒闭介绍，慢的帮他倒闭，慢，不别帮他也倒闭介绍，也很马上一我毛们有几百只爱都不啦，豆哎皮嘛，专门豆养猪皮了啦。就给猪吃几百只爱过啦，啊外几百只我还不sama pasal mu atau urang 那个构树有没有？过树啊，过树叶啦。都是拿来一起煮的，这样那个倒闭是很有营养的呢。我们以前很有营养。有几百只爱都过啦，今海几百只爱都过啦，买得起。那是专门养猪的养猪户啦才用，那才猪会会用那个倒闭。我们的猪就很营养啊，没有肥肉啊，都是瘦肉。对，所以就只有吃那个构树叶啊、地瓜叶啊。老师，你们说那个倒闭怎么拼啊？嘛，对啦，豆饼啊，阿拉加啊，高变了。高哦，高变，豆饼啊。不是啦，秀兰，你讲的不对啦。地瓜叶不是吗？哎呀，豆饼。哎呀，你摸一个安那样，像轮子一样啊。你那个说那对，很大，像一个大轮胎一样大。对，那个所以老师怎么拼？高，那个是TAW，然后再 PAY。再加那个 PEAY， 应该是这样倒闭啊？哎，不对，PEYA， 是不是这样？倒闭。老师里面倒闭啊，TAW 了。PAW， 哎 ，PAW 到，然后 PAY， 这个是 PIY。PIR 吧 ，PIY， 倒闭，哎，是吗？这个是那个是台语的念法了。哎呀，原来是台语哦，这个是介字是不是？啊，那没有了，那查不到了。查不到。老师你们继续，我那国语的话叫豆饼啊，国语的话叫豆饼啊。那个讯息，那个伊来古说那帮杂介绍过来那倒闭呢，那帮杂。马上给。伊来古说突然呢，我小时候有听过那个我的阿妈在讲这个。对呀，你有喂猪啊那样。我们再查一下好了，再问一下，再补充，到时候再给老师。再给周老师。刚刚那个倒闭是不是阿美语嘛？它是闽南语哈。闽南语。对，那是闽南语的，不是我们板扎的，我们再追踪就好了。好，对。好，没关系，我们回归到正题我们那个凌晨清晨做的工作也差不多了嘛，应该还有吗？还有没有人想得到别的？没那么多。有挑水、抓青蛙、抓蜗牛、打扫、洗衣服、洗碗、劈柴、喂牲畜、煮猪食这样，还有没有别的？早上是吗？对，就是太阳刚出来的时候。挑水。米种菜啊，保罗马都拉灯啊。老师，凌晨呢，就是不是清晨呢，一大早哎。对，那个有时女生都是这样，出去采菜的时候就顺便整理菜，然后回来的时候就有菜可以煮早餐啊。女生的工作很多呢，不是只有挑水，挑水的话就分工了。现在我们要讨论的是一个早上的那个是吗？对，他。Ada maksudnya miradum 那个一天一大早的时候，大部分家里老鲁妈家，我发现你们那个什么
你妈那个努法呢什么，然后一直打上马尔跟马尔南之后，努爸爸怎么都什么kira-kira，努你们看了lemak还是还有努清朝sekarang nam kira。对，在那个咖尼Kanikaran Numuat，对不对？煮东西，大部分的工作努当烧努拉鲁马安，不是说一整天，那是整天的了。马上那以后一定要吃早餐嘛，吃完早餐才会去做事啊，那是另外一个有一大早的事情了嘛。Ora yang mamarana mau nandirai muniar ya kanikaran membuat kefafayan di mana itu lemak nufafayan nufainan di mana ikut lemak nara saan kuralitai hai irago kanikar pakan itu tukulong ano ko ni tangat ko rumi alhawi mi kangkang to saka pari ayaw pakan to kulong kinasaw. Hai pakan to ko tuliong pakan to ko pakan to ya 是不是只有女生做呢？还是男生做？那个小孩子做了。喂牛、喂猪、喂鸡，那个是小孩子的工作。喂牛会先派他先去到外面先去养牛。哦。然后喂好以后呢，他就走回来，就刚好吃早餐。然后这只牛呢就有吃食物，然后爸爸差不多6、7点吃饱饭。就带着这只牛就开始，你刚刚都给他说马拉达呀，耕田，哎，对，还马拉可能ura son atini ura papa zem ura kanikaran 这段时间大部分在做什么？比如说努发发现 sekarang namikira ni ralum nikira ni asikira ni manho kulma kuno fayan anta mi tuntun tu kilang tu kasoy mi pula tu kasoy manho ni asik patafay ni asik tu fayan tu putal 对不对？哎，然后吃过早餐以后，我什么都努多盖努mahai努。Makal kulong to ko lalo maan. Makatira ko lemak. 还有一点很重要。Ya, mi panay, papawali auto panay kami, ukanin, mi zulo anani什么那个，在里面堆的一包一包的哈，米仓那边把它把它打开来，然后晒一晒。Upapayan to ko yung maaymi kureh to panay pawali。那个老师，你那个字kureh 是翻那个kureh，后面是 H。R-E-H。哦，H 对。翻应该是爬，你用耙子来爬的啦，是吗？是这个字吗？是不是这个字？你古瑞就是把那个我们的稻谷把它摊平，然后给晒太阳，是这个意思吗？对。那是没有错，是这个字，对啊。对，古瑞。这个是一大早那个吃饭前的工作，会不会太早了？不会哦，就是因为等一下那个老人那个男生呢，他就要做外面的工作，所以那个家里的事情女生搬不动那个鼓包嘛，
他要先拿到外面的操场，然后就对，然后再来。完整的是你国内读板奈是不是？对，对，不一定是板奈呀，有时候可能会是那个什么那个玉米啊，花生有是花生啊，花生，对，那些都是要晒的。谷物就对了，对不对？你棒啊，那念呢，就先搬那些一包一包的。煮肉，我们讲煮肉，不是。米煮肉。米煮肉安的。米煮肉，米从那个仓库那边搬出来，或者是说，如果是说以前都有操场，可能那个都放在那个操场那边，用那个大的棚盖起来，男生就把那个棚子挪开，然后呢，广场了，到了，搬运。那个是米煮肉，煮肉是搬运 LOH。有这个煮肉有出来的这个字。煮肉搬运呢？是，那你看，下面也有一个，那个马利克老师，你是不是要讲这个字？对，下面那个对，煮肉，煮肉是搬运。我们呢，没文棒呢，你找找看文棒。文棒是我们外来语的过啦。文棒是文棒。哇，这个很难听，这个应该是外来语哦。对，外来语。外来语文棒。文棒对啊。PA 也是。P 啊，搬运的意思。一样嘛，文棒对，外来语对。也是外来介词。煮肉。对啊，煮肉这个字搬运嘛。煮肉是比较。我们的话，这个就是翠玲老师刚刚提到的，从仓库里面把那个谷类的东西搬到外面嘛，对不对？对。把其他你大部分男生的。刚刚你翻的那个煮肉煮肉是有一点带推动的意思哦，煮肉。另外一个字对不对？刚刚第一次翻那个是推动的意思哦，煮肉。再猜了。这个嘛，煮肉这个。推动的有一点推动的意思哦，煮肉。推动的意思。对了，他那个下面那个范例的推动教育政策，他就是用这个字啊。对。煮肉。对。米煮肉。所以严格讲起来的话大家讲这些大部分就是等那个大部分起来的时候，我发现找干的古佛那么是吗？都在那边做。厨房。阿尼巴。对啊，很多说法咯，厨房哦。对啊。这不一样呢。阿尼发的，我们是找个。不耶。V 找不到 V， 因为太多了。ANI 尼发 FA 尼发 FA。没有啊啦，没有啊。没有啊。没有啊，阿尼发。也没有呢。真的吗？对啊，他这个可能，我看加一个喉舌音看看。喉舌音看看发。后面那个阿尼发。好像也没有阿尼发嘛，对不对？没有呢。我们像我们的话是找嘎。
20里温度还照卡还有台湾，对啊，但是我们还是用啊。老师，我们重整一下哈，南是阿美的叫阿尼发，中部的叫舍费，南部的叫早卡，早嘎，我有听到那个呢，那个叫什么古发哦，那是你们的话啊。古海岸线，海岸线啊，古坊，海岸讲古坊，我们的叫省面，又来一个，什么？我们的叫省面，有这个有，这个字典有，好多哦，慢慢讲哦，都可以搬出来。省面，这个省面，太上来的字典有，对，哇，很多人。我想问各位哈，我们阿美族有厨房的概念，是不是后来才有的啊？对，没有错，是不是？所以才会导致我们的这个词汇那么不一致，这样子。没有错，因为那我们以前在料理食物的时候，是不是就在外面的一个空地，它不会有厨房的概念？在那个光复那边不是有头目的家吗？他的那个厨房是在那个大厅那边就有一个煮东西的啊。所以他那个厨房是在大厅里面，是在整个对，他没有隔一个空间叫厨房，没有这个概念嘛，对不对？没有，怪不得，对啊。哎呀，不是有一个炕吗？炕那个叫炕嘛，对，就是在那边煮啊，到后来才会有，可能土地太宽了，还是加一个厨房啊，专门煮菜的。对，应该是后来的嘛，哈。不然怎么会有早咖这个字出现？对呀，对啊。所以我们去看那个阿美族传统的那个建筑嘛，并没有看到厨房这个空间，但是就是在大厅里面有一个老师你提的那个，就是煮东西的地方，一个炕嘛，对。然后个副店啥多，一个副店个阿在的通铺，也有客厅，也有什么，对。哎呀，它是一个整体的概念嘛，比较不会有隔间这样。都没有，本来没有隔间呢。对，我们应该以前没有隔间的概念呢，我们的房子。对，没有错。对哈。哎呀，就这样子，孩子就生出来了。所以以前没有，我想问一下，以前没有隐私的概念，那我想问一下，那有一些比较隐私的事情要怎么办？那个打罗案怎么来的，也是这个原因呢。打罗案是这个意思哦。哎呀，去田里的时候，他们那边都有打罗案呢。对，以为是放工具的，现在的解释是放工具的。在早期我去做田调的时候，他们就说，哎呀喏呀，比上安多啊。对呀，不然的话，小孩子一大堆啊，房子又少，而且又是通铺，所以在山上里边找到哪里就上来都打罗案。后来的解释啊，就是说放工具啊，放什么，那是后来讲的啦。其实更早以前要知道的话，真的是比上安多哇，打罗案。比较有名。原来打罗案，我们可以对原来打罗案有赋予那么多的功能，我们现在才知道。对啊，就是这样啊。了解。到哪里做事就有打罗案，到哪里做事就有打罗案，这样。哎呀。那我们再回到主题哈，
那应该差不多了啦。我们那个太阳的就是出来的早上、中午，还有下午都差不多，还有傍晚、黎明，差不多都讲了。好了，我们来跳下一个主题哈，我们这样比较有新鲜感。我们来看月亮，月亮的话，弗拉塞，哦，月亮老师月亮出来就加妈嘛，没有错嘛哈，妈夫对，对。妈好，那阿美族人月亮出来的时候会做什么事情呢？出来的时候，晚上啊，月亮很光亮的时候，不是打猎，对，也不行。哦，老师那个拉格烙你怎么拼？拉格烙是不是？拉格烙，LAKE，拉格烙，哦，火把的意思哦，拉格烙。对。哦，所以我们米拉格烙的引申就是去抓青蛙吗？对。去抓小动物啦。对啊。米拉格烙读达古拉这样子吧。对，米拉格烙。点灯。晚上的时候，暗的时候没有月亮比较多了。所以老师，你的意思是说，月亮出来的时候，因为它太亮了，所以不适合去米拉格烙。对。那没关系，老师，我们要反过来想，来的时候会做哪一些事情？都会在那个布达努鲁马卡梅，就在那边聊天。聊天哦。或是播那个玉米呀、玉米粒呀，就在老师，那个。我们一个一个来，我们先聊天，你们怎么讲聊天？米葫芦。葫芦。米葫芦。哦。米沙葫芦葫芦。米沙也可以哈，那我们写米葫芦就可以了哈。葫芦这个字嘛哈，没错哈。没有了。这个就是泛指我们在那个巴布大外面聊天的那个概念，是不是？这个是第一个米葫芦，第二个是那个米亚搬来干咩？米捣米啊！月亮出来的时候捣米，为什么？比较亮，晚上比较那个啊。米红果啥几首？米红果啥几首？蜂蜜哦。不是，那个捣米啦，捣米。捣米。mana ang tahu mi? Mitifak. Mitifak.对 Mitifak。Mitifak 不是，没有不对。所以老师，阿美族人会在月亮出来的捣米，是因为比较亮、比较看得见，还是比较晚上比较没事干？第一个是晚上比较阴凉啦。第二个，第二个是那个是很吃力的工作啊。第二个是比较亮啊。比较亮哦。可以看得到啊。那怎么不白天做呢？晚上做会不会还是有点暗啊？我发现他们大部分都是晚上做，白天做都是在外面了。做山上的工作。应该说是不是正业啦，不是正业的就是利用，应该讲说是利用时间来倒啦，是这样子。今天倒一点，明天倒一点。比如说你要吃多少，比如是1斗米，我们今天就弄1斗米，就倒1斗米这样子。以前都有那个谷仓啊，
都放在谷仓啊。我对现在对我们没有米了，然后呢，就有一两豆米个以前的有蹦鸡，大家有蹦鸡有没有？把那个么都蹦鸡。哎，以前老人编织的本那鸡啊个，本鸡，笨鸡啊，本鸡，本鸡给没？他就这样到谷仓去那边弄两勺2个笨鸡，然后就拿来捣米啊。那个不是正业啦，比如说他只是利用，比如说我们没有米了啊，煮了更好米的福多古弗拉，煮了更好，啥？哎，对，就把它搬过来拿来捣一下。利用时间就来捣米这样子。只有女生知道啊，要去洗米，去那个米桶那边打开啊，没有 flash 了，然后才会宣布，才会叫男生去捣米啊。那个只有利用时间。我问一下哈，你们捣米的话是把那个壳去掉，还是捣成那个壳啊？那个壳啊？去壳。捣米的工作是去壳而已哈。对 ，OK。就是这个是隔天要用的，要吃的，嘿，大部分都是。那我懂了。捣米还有什么？喝酒喽？也没有唱。所以老师，我想问一下哈，那所以我们一般以前在米底粉的时候，应该主要的工作是去壳，不是像我们现在在捣那个独论的概念不一样，对不对？不一样。那个捣那个独论的时候都是查卡拉菲安，然后是早上。是早上哦。早上或是那个很特别的那个叫男生去捣那个独论啊。所以晚上捣米是去壳，他只是把那个米把它壳去掉，隔天要拿来煮的这样子。对。除非还有一个可能就是米巴塔嘎都少了维闹那，他们也会捣那个独论啊。特别的日子，有客人招待客人，才会有独论哦。对，把时间都大概的3年那个腌的鱼啊，大概的3年我们按那么按那多。也比过嘛，比过按那么。你那个腌的鱼。比过啊，比过那哈基的时候。小米酒了，小米酒的意思了。你说比过。酿酒啦，是吗？酿酒。对，啤酒啊，啤酒。酿酒。那个是酿酒。过啊，酿蛮寒了吗？有人讲糟啊。我们叫古山奈海念呢，甜的东西这样。甜的。山奈海念。糟酒嘛。甜酒，糟米沙糟应该是有听过沙糟。我们是讲绕呢。绕，我们是讲绕，不晓得有没有在里面绕。这里面了。绕。没有。绕。那有吗？有哦。绕。酒酿。酿酒。酒糟。绕。我们那边也是叫绕呢。那个是怎么讲？那高兴些。是我讲的啦。比过是嘛？已经。米沙菲过就是要制作小米酒。米沙菲过。然后。那个造好像是那个酿酒的原料啦，它应该不是酒。比过已经是酒了，对啊。
其实故事已经被制造出来了啦，啊，对然后对对，要制造了，上是那个，它这是酿酒的原料嘛。对，那个发酵的那个药啦，是吗？然后不是，对，对就是那个发酵，没错，那个小白老师讲的，就是要让那个酒发酵的那个原料。酵母啦，对，有点是那种，对对对。叫酵母。还有另外一种说法，这边呢，达木，对呀，都是一样的意思吧？哦，是做那原料，个做那个酵母啦，酵母了，发酵用的那个圆圆的白白的，李进兴老师不是教过我们？哦，那个叫酒曲啦。你讲那个是酒曲啦。酒曲含。米萨达莫。对对对，这个字有听到，对啊。达莫字就酒曲那个，可是以前我看到我那个奶奶哦，苏巴安尼了呢，用那个刚酒曲那个，刚才我们讲那个达莫，对啦，它其实酒曲就是酵母啦，其实是一样的概念。酵母就是要发酵的东西，就是那个酒曲含了荷兰那果冰。对对对。达莫含量。对啊。还有另外一个讲法呢，你没有看过吗？agap 有这个字吗？对，我们那边有，我那边的说法是agap。哇，很多呢。对啊，那个字很多。对啊。好，那老师，我们这个酿酒应该不是早上的，没关系，我们回到原来的。老师，我觉得你们这样讨论很有意义，因为我们有全程录影嘛，所以到时候可以把这些东西再额外分类。那我们月亮出来还会做哪一些事情？冬天的对月亮没有特别的反应，还是有反应？那个你们满月是不是也叫马扎浪？马扎拉是吗？满月。小孩满月吗？就是月亮很圆的时候。那个月亮很圆的。你再讲一遍，星月，你再讲一遍。GANGLA。哦，有。春季。这个字嘛，对不对？哎，对，满月。浪赛古鲁。浪，对啊，满月圆的晚上。这时候就要去海边了。阿里海古苏里达。有没有海岸阿美的？我们月圆的时候会去海边抓什么东西吗？就是去拿那个章鱼啊，最多的时候是这时候出来。哦，这个。就是嘎张拉汉的时候嘛，是吗？对。抓章鱼哈。是吗？苏里达，taco。苏里达它翻成乌贼呢，我们是乌贼跟章鱼是一样的字吗？苏里达，章鱼哦，不知道呢。乌贼。它这边是翻成乌贼，所以我们的苏里达是乌贼跟章鱼是一样的字吗？我都听了老师
属理大，然后都讲 taco。哦，那应该是啊，没错，应该是一样的字。那我问一下我们抓章鱼的时候用咪吗？咪属理大吗？我们是这样讲吗？对，直接加个咪就可以了。对，我是觉得咪的话比较顺了，不知道还有没有别的说法，就是去抓章鱼啊，属理大，属理大，不是属理把哦，属理把是拖鞋哦，属理大，哎。好，你属理大就是抓章鱼，还是米阿拉伯属理大？我在这边用的话，苗啦是用，好像有一点用剪的意思啊。哦，所以用米属理大比较好哦。哎，跟米福定的概念是一样嘛？哎，属理大。我比较常那我们应该听到，我比较常听到的是米日不都属理大，哦，抓米日了，对了，不都属没错了理大。没错没错。比较完整。对啊，这个字啊，米日不，对。我们那边是日本跟那个日本，我们日本扭，这不是扭杆吗？啊，这不是扭杆吗？我们那对啊，你日本，日本人好过来过。是有那种说法，你日本对，有两种意思的，你们看，它上面这笨是拧杆跟扭，那这有没有挤杆这个？下面的这笨是抓住的。对啊，你这可能那个老师你们那个恒春阿美的这笨有抓住的意思是不是？哎呀，去抓鱼啊，你这笨，对，有这个意思。对，这笨有抓，也有拧杆，这笨还有拧杆的意思。所以我们用一个就好了哈，你的笨都独立大，这样子比较完整。那我想问一下各位老师，我们为什么抓鱼的时候不会用你的笨读福定啊？有吗？有这种说法吗？不会这样讲哦。不会啊。你都没有工具的话，当然用日本的。哦。对啊，你看那个石头缝旁边，他都会用那个日本这样了，会讲日本的。抓鱼的时候，你手边都没有工具的时候，就在那个石头的边缘，你夹给他把你的日本喊那个固定。哦。老师，你所以日本的用法是在于你手边没有工具的时候，你会用这个字。是。哦，如果你有工具的话，直接用咪就好了，是不是？叫米福定啊。对呀。哦，是这样区分哦。米福定已经含义是说要去抓鱼了。对。米福定。所以你的笨通常是用手抓，对不对？你的意思是这样。是吧？我倒不认为是用日本呢。那徒手抓的话，我们那边都是一样日本，去抓人也是日本都日本古拉娃娃这样，而是日本古拉娃娃我那边好像比较那个。没关系，老师，我们现在的笨跟日本它有那个方言别的问题，没关系。现在的我们的问题是说，徒手抓的话，抓鱼的话才会用日本，如果有工具的话，就直接米福定了这样子。是啊。是这样子说的比较精准吗？嗯。但你看我们抓螃蟹不是也是米嘎浪吗？也是徒手抓不是吗？
是啊，米这不多啦，刚米这不多啦，米抓嘛，对不对？米的贝图嘎让有人这样讲吗？也有啊，讲了，直接就是说米嘎浪这样。对，是我准备去抓嘎人浪，笨的是说它的使用的时机是什么时候？就是说什么时候会用人笨这个它的使用时机啦。不然我们这样抓，哎呀，他们有的时候，我们一个人在那边在抓鱼的时候，有人看到那只鱼在那边啊，不登给那个不登，会指引那个人说不登这样啊。老师，我如果这样子分说，我们用米福定那个咪福定，我们用捕鱼的话会比较恰当，对不对？米不对不对？定，米福定的话，那个米福定用捕鱼比较。那如果是米的笨读福定，就是去抓鱼，用手去抓，会比较适合，对不对？我这样子解释会不会比较精准？不疼。比如说，人不登古拉福定就是去抓那一条鱼，去用手抓住那个鱼，这样讲对不对？不是抓，这不是有点接的意思哦。哎，没有，老师没有关系，因为人笨跟人笨它是方言别的问题。我的意思是说，米福定跟人不登古福定这两个句子的差别在哪里？米福定嘛，是捕鱼的意思吗？是捕鱼啊。对，那我如果今天用人不登古拉福定，就是说你去抓住那一条鱼去抓，就是说现场它不是捕鱼的概念，就只是说徒手去抓的意思吗？徒手去抓的，是不是这样解释？对呀。哦，那我懂这个差别了啦。其实那个米福定比较是泛称是捕鱼的一个行为啦，对不对？对呀，没有错。那个不就比较是用手去抓那个东西那个动作，对不对？它是工具去做的，去抓的话，就直接是米福定是这样子啊。对，那这样子比较好，因为这样子比较是完整。比如说我们说米嘎浪都是泛称去抓螃蟹嘛，它是泛称。如果旁边有一只螃蟹，你赶快去抓，它不会用米嘎浪，他会说那不登过来嘎浪，是不是这个意思？对吗？可以。对，所以的笨是用在当下的行为啦，这样说对，这样比较精准了，不然我们这样翻译后会翻不准。哦，这样可以哈。当兵攻击的时候，就是要用日不或是日不这样啊。对。OK， 那这样我们厘清就好了，因为有些字中文其实是一个很不精准的语言呢，所以我们要试图把它精准一点，因为阿美族的动作很细致，所以必须把那个东西翻的比较准会比较好。好，那我们继续还有没有就是那个刚刚信燕提到那个满月的时候啊，这个很重要我们阿美族满月的时候还会做什么事？我们再一个就下课了米沙拉嘛，米沙拉嘛，老师，这个不是月亮出来，我们平常也会的，就不用了。像我们的部落都大部分月亮出来的时候，小孩子都到那个广场那边呢，那个石费啊，我们叫石费的地方在那边玩啊。所以老师，你的意思说阿美族人的休闲时间是月亮出来的时候是他们的休闲时间吗？是这个意思吗？大部分或是他们要去米加洛的时候，想要交那个女朋友的时候，去他家啊。老师，你刚讲那个字怎么讲？米加洛是怎么翻？加洛，
哦，有了，有这个字哈，加肉这个字嘛。哎呀，所以我想问其他的线上的米加肉，你们都是在晚上的时候，月亮出来的时候去约会吗？是这个意思？会，嘿，大部分年轻人哦，比较那个嘎巴吉的哦，都会去他家那边假装做一下父母亲，让父母亲探访啊，还是什么米加肉，哎呀，那是有目的的了。对，但目的就是月亮出来很适合啦，对啊，比较对啊。好了，老师，我们还是遵照我们的时间哦，9点整了。那我们请小白老师帮我们做一个今天会议的结论。ngayon kita saya ay to ko maratangay da soal to ninyo 各部落的都有哈，各方言也都有了啦哈。那aray hana ko kamo kita mamin tangain ta ko puti na saya aray Aray yo.